大家好，我哋又見面啦。石安社會服務處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主要嘅服務對象咧，就係6至到24歲嘅兒童及青少年人。我哋嘅服務包括有駐校社工服務、關注特殊需要學童嘅服務、課餘託管服務，仲有兒童同埋青少年嘅服務。最近我哋亦都成立咗心靈補給所嘅一個推廣社區精神健康嘅一個服務。今日我哋又製作一個新一輯嘅視頻，我哋好高興再次邀請到葉錦成教授嚟到我哋當中，同我哋分享有關兒童同埋青少年嘅議題。喺較早前咧，大家如果留意我哋嘅網頁咧，都有睇到咧，葉教授咧都為我哋咧分享咗有幾個重要嘅課題喎，有關自殺嘅干預啦、理解啦同埋預防。另外咧，又製作咗有關大家認識到一個多動症 ADHD 嘅一啲嘅謬誤嘅理解同埋點樣去幫佢哋。而最近咧，亦都拍咗一個咧，就係有關青少年人嘅自傷戒手嘅診斷啦、理解同埋預防干預。喂，葉教授啊，今日咧嚟到當中咧，你亦都即係同我哋分享一個青少年人嘅現象，就係有關躺平啦、隱蔽青年人嘅理解、關懷同埋復原，好有趣喎！其實呢4個主題係咪有啲相關性㗎？好沉重咁話，呢4個主題都係而家好多青少年問題，令到父母好頭赤嘅主題嚟咯嚇。咁嗰4個中間有咩相關性咧？就如果攞今日嗰個躺平隱蔽青少年嚟講咧，我都遇過一啲案例咧，就係佢一路躺平啦，咁爸爸媽媽梗係唔中意佢躺平匿埋㗎，咁每次要脅迫佢出去揾嘢做啊，又或者係行下街啊，又或者生活正常嘅時候咧，佢就話你唔好再逼我啦，再逼我就會戒手，我就會跳落去啦。咁爸爸媽媽見到佢用呢招就收檔啦嚇。咁至於 ADHD 嘅細路會唔會躺平咧？咁大家都知咧 ，ADHD 係扎扎跳噶嘛，係幾曳噶嘛。咁究竟佢同躺平有咩關係咧？就上幾輯都講過啦。其實好多 ADHD 嘅細路，因為食咗嗰啲利他靈、Ritalin 嘅藥咧，將嚟係有好大機會咧係生冰瘡嘅，同埋咧係容易濫藥嘅可能性係高，一般冇食利他靈嘅5倍嘅。咁如果佢真係不幸染上毒癮啦，無論嗰啲係芬太尼啊，定係其他毒品咧，咁好多吸到好嚴重嘅個案咧，最後都會躺平嘅，係啦。又或者我喺外國，如果個案係躺平同匿埋屋企咧，係長期吸食大麻，咁後尾呢個個案都好 sad 咧，係大概30零歲、40歲到，因為躺平咗喺屋企20幾年咧，就肝硬化、肝癌去咗世，咁中間過程仲有精神分裂嘅過程添嚇，咁所以大家唔好覺得呢3或者4個題目係分拆開嘅，其實都係社會一個現象嚟嘅嚇，或者社會文化裏面出現一個現象嚇，咁所以都值得大家深思嘅嚇，中間嘅關係啊，呈現一啲青少年同父母個張力啊，教育制度同呢啲嘢嘅關係啊，社會文化，其實我覺得都係有連結嘅嚇。係啊，頭先即係聽阿教授講，其實都心裏邊都有啲唔舒服嘅感覺啊，因為我哋喺而家青少年工作裏邊咧，尤其是喺中學啊、小學啦，我哋嘅同事咧都遇到有一啲咧就係唔返學嘅個案，都幾棘手㗎。係㗎，因為咧佢唔返學咧，其實好多唔同嘅層次嘅，即係睇下我會講清楚啦嘛。唔返學得嚟。最後會演變成咩咧？咁所以就算躺平或者我哋叫隱蔽青少年咧，其實都好多唔同嘅種類。即係講真啦，個人
其實現代社會比較富庶啦，又話壓力比較大啦，其實個個都想隱蔽嘅嚇，爭在隱蔽嘅程度係點？我覺得翻工翻2-3個月去日本，其實都係隱蔽一個表現嚟嚇，或者朝頭早好唔想翻工，想匿埋，又係一個隱蔽嘅表現啦嚇。應該會話隱蔽其實就係當人遇到壓力嘅時候咧，想逃避或者避開呢個世界，嗰種好原始嘅動能嚟嘅。不過對青少年嚟講咧，就將呢種原始嘅動能咧，係發揮到淋漓盡致嚇。聽到教授講嗰個情況咧，我就即係深感受到，可能佢哋背後都有一啲心理嘅需要啊、情感啊，或者人際關係啊等等。咁我知道教授咧，今次咧為我哋咧去拍攝8輯嘅現象，同我哋去分享翻呢啲嘅情況。咁教授，今次我哋呢8輯嘅主題係啲乜嘢啊？第一輯就係講青少年嘅現象啦，同埋個定義啦。咁第二輯就講隱蔽青少年嗰個裏邊嘅矛盾同鬱結嚇，即係我哋唔好當佢奉旨真係要做呢嘢，其實佢中間好多拉力嘅，好多糾結嘅。咁第三輯咧就講好地地一個後生仔或者小朋友做咩去到隱蔽咧，中間嘅過程係點樣樣咧？咁第四輯咧就好凄涼啦。其實隱蔽青少年最凄涼係啲父母。父母中間好多矛盾啦，好多掙扎啦。咁第5輯就會同大家順住精神健康嘅角度去睇睇，其實隱蔽青少年有幾多類咯嚇。咁其實都好多類下嘅，不過一般人就淨係知道佢匿埋唔出街。咁第6輯咧就講個社會心理成因啦嚇，即係同文化有咩關係啊？同成因有咩關係啊？咁第7輯咧就講我點樣關懷呢啲父母咧？點樣去幫佢哋咧？咁第8輯咧就講如果有機會做得到佢哋啦，應該點做啦？應該點關懷佢哋啦？咁一共係8輯嘅。好豐富啊！咁大家密切期待啦嚇。教授啊，我哋聽即係好早年之前咧，都聽到即係日本嘅文化裏邊已經有一個訊息睇到，就係叫隱蔽青年。咁喺呢幾年當中咧，喺我哋社會服務裏邊咧，都特別去關注呢班嘅青年人啦。咁其實即係隱蔽嘅定義點為之隱蔽啊？係選擇性隱蔽啊，定係真係長期隱蔽嘅咧？呢度就有排講啦，因為最先係隱蔽咧，其實日本出現嘅。咁日本文我唔識讀啦，即係叫 hikikomori 嚇。咁意思其實都係講緊隱蔽。咁但係咧就兩岸三地有唔同嘅即係詞語去形容呢班人咧。香港就好直接講係隱蔽青少年啦。台灣就叫簡居，即係話咧作繭自閉咁解嚇。咁大陸就即係國內咧就叫唐亭。我覺得3個詞語其實都形容得幾貼切嘅，不過係唔同嘅詞語咧，其實有唔同嘅感覺啦俾人。咁隱蔽青少年可能係講緊佢同社會嘅關係，匿埋咗，同家庭社會接觸好少啦嚇。簡居咧係講緊佢嘅即係好似一個蝴蝶嘅繭攏住自己咯嚇，即係講緊嗰個自我防衛嚇。咁簡居其實個意思，我覺得係正面少少嘅，因為好似係 expect 緊佢破繭而出啦。又或者希望佢變成蝴蝶啦。咁我諗係有啲寄望喺度。躺平我諗就好受道家同埋佛教嘅思想。乜都唔做啊！咁但係結果係咪無為而治咧？咁定係點咧？咁我覺得3個字都有趣嘅，其實都係反映緊即係當地文化對呢種現象嘅詮釋，又或者對呢班人嘅感受個回應啦嚇。咁我覺得3個字都形容得好好嘅，我覺得應該係話隱青或者隱蔽青少年咧，
係講緊佢同社會嘅關係，躺平又講緊佢內在嗰種嘅動力嚇。簡居即係其實講緊佢係作繭自閉嗰樣嘢係佢自動中意做嘅，咁而係有少寄望去破繭而出。我諗3個字加埋咧，其實已經幾恰當形容緊整個過程唔同嘅層面咯。哇，教授你好細緻咧，去即係解釋到俾我哋知，即係隱蔽青年人裏邊嗰種嘅心理嘅複雜啦、深層嘅變化啦，同埋一啲特色嘅情況，都好深深嘅體會。係啊，咁至於你話點樣去定義咧，其實係我諗開始係有啲人去真係按住整個精神病嗰個體系嗰個特徵咧，去俾啲定義佢啦。即係譬如佢話長期自我封閉啦，主要時間喺屋企啦，好少跟外間接觸啦，唔上學唔上班啦，拒絕參加傳統嘅社會活動啦，好似上學啊、工作咁啦，與社會脫節啦，缺乏人與人之間嘅活動啦，人際關係疏離，難以融入主流社會啦，持續一段長嘅時間啦，國際間嘅定義係6個月以上為標準。咁我諗呢啲嘅 definition 或者我哋叫診斷咧，其實都個味道都好重精神病嗰個診斷嘅，因為精神病診斷通常都話6個月嚇。精神病診斷你有嗰個症狀咧，但係最後都話其實個症狀係令到你社會功能係一路衰退嘅嚇。咁隱蔽青少年，我覺得有啲嘢係我哋特別留意嘅。有啲係其實個社會功能唔係衰退得咁緊要。問題佢有冇個 motivation， 有冇個動機翻出嚟？咁有啲就好有趣嘅，即係佢中意嗰樣嘢，佢就噗一聲會出去；佢唔中意嗰樣嘢咧，你拉佢都唔喐嚇。咁另一樣嘢，我覺得好緊要，因為你 define 一個人有冇精神病嘅時候咧，其實佢個現實感存唔存在？咁我估隱蔽青年咧，初嘅時候現實感係有嘅，但係個現實感隨住簡居個 process 咧，佢會越縮越細咯。咁即係話喺屋企佢嘅現實感就好清楚嘅嚇。咁後尾就喺房裏邊現實感好清楚啦嚇。咁即係話，如果個現實感係箍喺屋企咧，佢出街咪覺得可能係有啲驚嚇啊，或者好少嘅嘢整到佢咁啊。咁原則上我哋可以講咧，隱蔽青年咧喺個定義裏邊咧，其實係個現實感咧係隨住隱蔽嘅空間咧越縮越窄。係啦，係啦。咁而個社會功能同埋生活紀律咧，亦都由於隱蔽咧係越嚟越混亂。嚇，咁由於社會功能係混亂咗啦，現實感差咗啦，咁所以最後連自己嘅思想同意識咧都會有某程度嘅衰退。因為喺印象當中咧，相關呢啲個案咧，佢哋都有一啲成癮行為，例如可能即係沉迷互聯網啊、打遊戲機啊等等各方面。咁係咪因為呢啲嘅狀況更加令到佢哋一啲社交圈子啊，或者對於一啲社會接觸嘅聯繫係越嚟越少咧？你可以咁講嘅，不過調轉頭我哋去睇咧，當你乜嘢都唔做嘅時候咧，我遇過好多個案嘅隱蔽青少年都話：你唔好以為我躺平好舒服，其實我躺平嘅時候咧係覺得好辛苦嚇。咁所以佢有個 dynamic 嘅就話佢又咁辛苦又要繼續。咁其實講緊乜咧？即係兩害取其輕啫。即係話我面對出邊世界仲辛苦，我寧願匿埋。不過匿埋諗嘢都辛苦。我記得有個做過個案，佢好坦白同父母講，佢話不過好多個案呢個現象，佢話我其實起咗身㗎，但係你哋唔喺屋企，咁一個人喺屋企起咗身冇嘢做又百無聊賴，咁不如我繼續瞓咯。嚇，即其實佢好多裏邊嘅狀態咧，要明白
當你冇嘢做嘅時候咧，其實人內在好多唔開心嘅感覺啊，好多過往經歷會浮出嚟嘅。咁所以佢一定要去連結一啲嘢，或者係投入一啲嘢咧，係嗰個經驗令到呢啲浮上嚟嘅嘢壓翻落去咯。咁最 accessible 啊，最容易接觸到係不斷有新嘅刺激俾佢，又唔使出街咧。其實咪電子遊戲或者電腦嚇。咁呢啲浮出嚟嘅嘢係令到佢頂唔順嘅，咁佢只有幾個選擇，一個選擇就揾出邊啲嘢壓落去啦，另一個選擇咧就令到自己進入一個無意識嘅狀態啦。咁而毒品係最快令到人進入呢個無意識狀態嚇。咁所以係有好多唔同嘅路去 deal with呢啲嘢。咁亦都有啲 case 咧，不停睇 YouTube。咁你不停睇 YouTube，我諗唔係淨係隱蔽青少年啦，好多退休嘅老人家啊，好多得閒嘅主婦啊，其實都係不停喺度追 YouTube 噶嘛。咁其實個 mechanism 係咩咧？我一定要 commit 一啲嘢，將我浮出嚟嘅嘢打翻落去嚇。其實係一個咁嘅過程。咁所以隱蔽變同成癮咧，就好容易成為一個銀仔嘅量。係。即係要揾一啲外界嘅刺激去填滿翻裏邊一啲嘅狀態。係啦，所以就唔好以為佢淨係好難啊、好空虛啊，但係其實佢裏邊好空虛、好寂寞嘅。由於空虛寂寞咧，就過往一啲唔開心嘅經歷彈上嚟，彈上嚟又好唔開心，我又要壓翻落去。啊，即係其實喺呢個浮出嚟壓落去、浮出嚟壓落去嘅過程。係，咁呢啲嘅現象咧，同嗰個家庭嗰個即係生活條件有冇相關？係咪啲弱勢社群會容易出現多啲啊？定係有錢嘅家庭會出現多啲？呢個問題好有趣嘅，我睇到啲個案都有個現象出現咗咧，就其實係初出現係比較中產嘅。中產 professional 嚇，咁慢慢最近接觸啲個案咧，基層家庭都開始有啦。咁中產同基層家庭有咩唔同咧？就嗱呢啲冇好正式嘅研究，不過喺一啲零星嘅個案，我哋睇到咧就話，如果係中產嘅家庭咧，就接近阿陳康儀博士研究嗰個睇法咧。佢就會發覺好多隱蔽青少年嚟自中產家庭啦，父母都有穩定收入，能夠供養佢哋啦，容許佢哋唔上班啦嚇。咁呢度我又要加句喎，如果佢隱蔽青少年咧，喺香港寸金尺土裏邊咧，就起碼有間房俾佢隱蔽噶嘛。即係佢喺公屋裏邊，阿爸阿媽得一間房，或者爸阿媽根本冇房嘅，佢會點隱蔽咧？所以我覺得啲隱蔽青少年咧，好多都係中產家庭啦，再加有自己間樓啦，咁然後再加個條件，個細路有間房。咁你諗下，而家寸金尺土能夠有3房，或者係有間房係專俾個細路嘅嚇。咁有時唔止生一個噶嘛。咁如果你有2個細路，咁你咪起碼要3間房，係嘛？咁有間房要獨特，佢先可以隱蔽。嚇，咁所以能夠有3房1廳嘅，或者3房2廳嘅嚇，咁其實又 own 到自己物業嘅，其實都喺香港嚟講都相當富有，同埋佢唔使靠呢個隱蔽青少年出去賺錢供樓，即係爸爸媽媽可能供滿咗層樓，或者係有能力繼續供落去，咁所以我諗多數都係中產，係啦，咁呢個一類啦嚇。咁陳康儀博士佢都話咧，佢話有30%嘅隱蔽青少年有大專學經歷咧，有50%有賺錢能力咧。咁即係話，如果你由呢度推論，我哋見到啲個案咧，有30%有大專以上學歷咧。咁即係話，其實喺隱蔽青少年，我見到都有趣嘅。其實3個好唔同嘅背景走出嚟隱蔽情況，一啲就大學生隱蔽，咁第二啲咧就係中學開始隱蔽，咁仲有啲係基層開始隱蔽。咁如果你去 classify 呢3種
背後嘅社會心理因素。我睇到啲個案咧，就大專嗰啲咧係其實係大專之後先開始隱蔽。咁如果係隱蔽咗，佢就唔會有大專學歷㗎嘛，啱唔啱啊？咁即係話喺大專嘅過程裏邊有啲唔開心嘅嘢，引發佢以前唔開心嘅嘢連結埋一齊隱蔽。即係個爆發點係大專教育，可能出現啲人際關係啊。咁而家仲有個現象係中學同埋係大專開始隱蔽嘅 case 咧，有部分咧係自從 COVID-19 homeschool 嘅時候開始。係啊係啊，即係話少返咗學就習慣嘅就唔返學。係好同意啊！即係過去嗰幾年嗰個即係受疫情影響嘅現象咧，咁我哋都真係面對緊由小學開始，即係有唔返學啦，或者係唔適應啦，跟住去到中學就已經開始一個直情係即係唔想返啦。咁似乎嗰個情況係一路提早緊去到兒童青年階段。嗰個我哋等人會講嘅，其實隱蔽好多類咧，有啲係直接工作唔開心，人際唔開心 block 咗啦嚇。咁亦都有啲係同學校教育制度係有個相關性嘅嚇。咁仲有啲係基層嘅，咁我諗幾唔同嘅嘢嗱。因為陳康儀博士佢就話有50%具備賺錢能力啦。咁呢句咧就其實佢句都有啲嘢你可以再喺 clinical 去印證嘅就話。咁即係話有50%係冇賺錢能力。嚇。即係話有50%有賺錢能力，但係佢冇出去賺錢。有50%係佢隱蔽，無論幾多歲開始，佢都未賺過錢。係個能力上係啦。咁如果你一咁分咧，你已經發覺咧係可以分好多類啦。大專、中學、小學，咁跟住再分咧有冇賺錢能力，係嘛？跟住再要分咧，其實係佢係由咩原因引致嘅咁嚇嗰個情點。咁所以其實我覺得其實中間係一個好多 different type of variety 嘅 case 嚟嘅，就唔可以一大 lot 咁就話隱蔽青少年，因為你唔知佢個背景啊，或者家庭情況啊，或者佢隱蔽嗰種嘅狀態起因咧，其實你幫佢嘅時候，你個干預或者計劃好唔準確。明白。係啦，我覺得而家個情況就係咁樣樣啦嚇。咁至於阿陳康儀博士嗰啲講話，有啲喺遊戲平台係指導參加者提升技能咧，有啲替人製作漫畫角色咧，cosplay， 有啲擅長翻譯動畫，有啲幫助人設計手機形式啦嚇。咁佢形容不少隱青都有獨特嘅專長同技能，我估呢啲只係部分咯。嚇，即係可能係嗰50% 有能力賺錢能力嘅人。係啦，你講得啱，係嗰50% 啦嚇，或者呢50% 可能係已經有大專或者以上學歷。咁即係陳博士就冇講到一啲冇賺錢能力啊，或者冇大專學歷嗰啲點咧？咁嗰啲有特殊技能嘅咁嚇。咁嗰啲特殊技能咧，我哋見到啲個案咧，通常係點咧？就有兩個情況，一個情況去揾自己做借口。我唔需要出去賺錢㗎，我喺上網都賺到錢㗎啦，我 freelance 啦咁嚇。咁初係個藉口嚟嘅，就慢慢咧 free 下就淨係喺屋企啦嚇。咁唔似呢啲嘅，有啲仲有個有趣現象咧，就啲青少年咧好多時喺隱蔽嘅角色裏邊咧，佢維持翻佢自己嗰個獨特性啦，或者維持翻自己嘅自尊啦。就梗係會覺得自己應該擁有某一種嘅技能，而嗰啲技能又唔需要受太多嘅正統訓練嘅，咁嗰啲咪牽涉到畫漫畫啦、翻譯啦、喺網上寫小説。其實呢扎嘢就好有趣嘅，呢扎嘢 articulation 即係同佢喺隱蔽裏邊維持自尊，同佢喺隱蔽裏邊咧係證明向家人證明佢仲有某種能力。又或者喺隱蔽裏邊咧，佢要維持翻某一個層次嘅現實嘅 connection 底下咧，產生出嚟嘅產品嚟嘅。明白。咁教授今日同我哋去分享咗咧，就係呢一個
隱蔽啦、簡居啦、躺平啦，呢3個用詞都係形容緊一啲即係匿埋喺屋企嘅一啲青年人嘅現象。但係原來佢哋背後咧都有一啲唔同嘅特性，甚至有啲係有能力或者一啲比較能力差異嘅情況。有樣嘢我都想繼續講落去嘅，因為阿陳博士喺度講緊，佢咩個 conclusion 咧？佢哋隱蔽不過是不喜歡主流社會生活形式，行為背後沒有對與錯嘅批判咧。我估係啱，即係你又可以話佢啱，但係又可以話其實對父母嚟講咧就好辛苦嘅去接納呢句説話。即係如果對一個隱蔽青少年嘅父母嚟講，佢哋我個仔女只係唔喜歡主流社會嘅形式，行為背後沒有對錯咧。咁即係點啊？即係我哋容許佢繼續隱蔽嚇。同埋咧，仲有個問題咧，就算我哋唔批判佢咧，即係我諗啊，陳博士個研究做得好好啦，但係好可能係冇 cover 晒一啲唔同類型嘅隱蔽，尤其是嗰啲有濫藥啊，或者隱蔽到已經變咗精神分裂，或者怕出街有妄想幻象啊。或者甚至有啲 case 咧行出去咧，或者叫佢出街咧，佢會有驚恐症，即係好多呢啲 case 咧。我諗陳博士未必係接觸到嗰啲個案啦。咁嗰啲其實係一個好有趣嘅現象咧。就算父母唔敢嗱，其實咧應該話唔敢批評佢對認錯，社會亦都接納佢。其實問題有個最大嘅問題，好多即係隱蔽好耐青少年我哋接觸咧。佢係不停批判緊自己對與錯，自己內在嘅自我批判，嗰個掙扎其實係好強、好辛苦嘅嘢。係，即係如果我作為媽媽聽到個情況，或者如果我遇到呢個狀況咧，我都會好感到做父母嘅無奈嚇。咁另外一方面，頭先講緊原來青年人佢哋內心都有好大嘅有啲自責嘅。有㗎，差唔多每個混得耐嘅青少年，佢自己唔出街嗰啲咧，其實佢一定有強烈嘅自我批判嘅。不過係用好多方法掩飾，或者用好多方法去compensate補償翻自己，其實都做到嘢嚇。我哋應該當呢個係一個拉扯嘅環節，就唔係純用一個後現代嘅方法，覺得佢冇對錯，只不過係主流社會。我覺得去 jump to 呢個 conclusion 咧，臨床嗰個深度係足夠。明白，好啊，多謝葉教授。咁大家密切留意我哋第2輯，教授咧將會同我哋去詳細去講解下隱蔽青少年人佢哋背後嗰種嘅心理嘅糾結啊，或者有啲咩鬱結嘅現象。咁如果各位朋友對於今集嘅內容有查詢或者了解咧，歡迎大家致電23448989同我哋社工聯絡。